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11，咱要对约书亚记第11章读到第1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1章，哈索王亚宾听到这个代志，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西伦王甲亚刷王，佮到北边的山区加利利湖，南边的阿拉巴山谷山坡，甲西边德尼的山地见遐个王。伊佮去见约旦河东边甲西边的迦南人，以及住伫山区的阿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甲亚布斯人，以及黑门山骹米斯巴地的希米人。这个王甲因的军兵拢出来，人也做甲亲像海边的沙，佮有真侪战马甲战车。因拢来米伦溪边聚集，做伙集营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上主甲约书亚讲，毋免惊因，明仔载差不多这个时，我要将因拢交互以色列人，甲因杀死。你着斩断因的马的骹筋，用火烧因的战车。约书亚甲拢总的战士来到米伦溪边，甲因突击。上主将因交伫以色列人的手，以色列人攻击因，甲因入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利法马因，直到东边的米斯巴边缘，害死因，连一个拢无留地。约书亚就照上主的命令对待因，斩断因的马的骹筋，用火烧因的战车。后来约书亚又转来攻击哈索，用刀杀死哈索的王。过去哈索是这个国的头，以色列人用刀杀死迄城内的居民，彻底甲因剿灭，所有未喘气的无留一个活着，佮放火烧哈索。约书亚征服所有的城，掠因的王，用刀杀死因，彻底甲因剿灭，是照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的。遐个起伫山峦仔顶的城，哈索以外，以色列人无甲因放火烧，只有哈索互约书亚烧去。以色列人对遐个城抢的物甲精神，拢取做家己的。毋过，因用刀杀死所有人，会喘气的连一个拢无留地。上主安怎命令伊的仆人摩西？摩西照安尼命令约书亚，约书亚就照安尼做。上主命令摩西的，约书亚无一项无照安尼做。安尼，约书亚占领迄个地区，包括山区、南边全地、高山全地、甲山坡、阿拉巴山谷、以色列的山地甲边缘，对西尼的哈拉山上到黑门山骹黎巴嫩山谷的巴勒加德，佮掠迄地区所有王，甲因杀死。约书亚甲这王交战真久，基本的希米人以外，无一个城甲以色列人订和平条约，所以以色列人用武力占领这个地。因为上主互遐个城的人心硬，甲以色列人交战，互因受剿灭，无受怜悯。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，因拢完全受消灭。后来约书亚消灭住伫希伯伦、底别甲阿那伯山区，以及犹大甲以色列山区的阿拉人。约书亚将因甲因的城拢毁灭，伫以色列人徛起的所在，
阿拉族诶人连一个拢无留地。毋过，伫加萨、加德、甲阿西突也有剩一寡。安尼，约书亚征服迄个全地，拄照上主应允摩西诶话，佮将迄个地分互以色列逐支族、逐宗族做家业。对安尼，全境太平，无阁有战争。第12章，伫约旦河东边，对阿伦山谷到黑门山甲东边的阿拉巴全地区，以色列人所拍败王甲所攻取的地记伫下面。一个是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伊管辖的地区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，甲山谷中的城以及基列的一半，直到阿文人的边界拿破河，佮包括东边的阿拉巴到加利利欧，当经过别亚西莫的路，到阿拉巴海就是盐海，佮南直到比苏加的山坡地下面，佮有巴山王恶，伊是村落内的列法因人，住伫阿苏塔略甲伊德莱，伊管辖的地区是黑门山、萨迦、巴山全地区，到基述人甲马加人的边界，以及基列的一半，直到希实本王西宏的边界。这两个王拢互上主的仆人摩西甲以色列人拍败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将因的地互鲁本支族、加德支族甲马拉西半支族做家业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拍败约旦河西边的王，对黎巴嫩山谷的巴列加德，上到西尼的哈勒山。约书亚将迄个地照以色列逐支族因得的分野，分互因做家业，就是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米人、亚布斯人徛起的山区、山坡、阿拉巴、山坡地、旷野，甲南边的地。这王就是亚利哥王、伯特利附近爱城的王、亚罗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亚伯王、列吉王、伊基伦王、基色王、底别王、基德王、何尼玛王、阿拉德王、林纳王、阿多兰王、基马大王、伯特利王、塔波阿王、希弗王、阿弗王、沙伦王、马顿王、哈瑟王、新伦米伦王、阿刷王、塔拉王、米格德王、基德苏王、加比附近的约念王、德尼山头的德尼王、吉甲的国印王、迪萨王，总共31个王。第13章，约书亚已经真老，上主对伊讲：你已经年老，应该征服的地也有真多，就是非利士人甲基述人的全地区，对埃及边界的西哈河、北到以格伦的边界。这原来是迦南人的地，伫遐有非利士人5个首领管辖的加萨人、阿什突人、阿什基伦人、加德人、以格伦人，阁有南边属阿维族的人、迦南人的全地、西顿人的米亚拉到阿弗，直到阿莫
人的边界，搁有加巴勒人的队，以及黎巴嫩的东平全队，对黑门山骹的巴勒加德，直到哈马隘口，对黎巴嫩山到米苏里弗马因，所有住伫山区的西顿人，我要伫以色列人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你通照我的命令，将遐个地抽签分予以色列人做家业，但你着将即个地分予其他9个支族甲马拉西半支族做家业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已经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分予鲁本甲迦得2支族，以及马拉西半支族做家业。这个地就是对阿伦山谷边的阿德尼甲山谷中的城市，以及米底巴平原直到底本，搁有伫希实本最旺的阿摩利王西宏管辖的城市，直到阿文人的交界，搁有基列地区、基述人甲马加人的地区，甲黑门山全部，以及巴山全地区直到撒迦。搁有伫阿苏塔略甲以得来最旺的巴山王恶全国，恶是剩落来的律法音人，这个拢予摩西拍败赶出去。毋过以色列人无将基述人甲马加人赶出去，到今仔日因也有住伫以色列人的中间。摩西无分家业予利未支族。照上主对摩西所讲的，因的家业就是以色列人用火烧献予上主因的上帝的祭物。摩西照鲁本支族的逐宗族分家业予因，因的境界是阿伦山谷边的阿伦尼甲山谷中的城市，以及米底巴附近全部的平原。搁有希实本甲所属的平原遐个城市，底本、巴抹巴勒、别巴勒免、雅扎、基迪莫、米华압、基列亭、西比马，甲山谷中沙伦纳的色列沙哈、别比尼。比苏加的山坪，别亚西莫，搁有平原遐个城，以及伫希实本最旺的阿摩利王西宏的全国。摩西有将西宏甲伊所管辖住伫伊所在的米甸领袖以米、利金、索尼、何尼、利巴。拢刣死。以色列人刣遐人的时，嘛用刀刣死比尼的囝，破挂的巴兰。鲁本支族的西边用约旦河做边界。以上的城市甲庄舍是鲁本人照因的宗族所得到的家业。摩西照迦得支族的逐宗族分家业予因，因的境界是雅舍。甲基列所有的城市，甲阿门人一半的地区，到拉巴头前的阿德尼，对希实本到拉抹米示巴，甲比多宁，搁对马哈念到底壁的边界，甲希实本王西宏。国内所存山谷中的北哈兰、北宁拉、苏格、撒芬，以及约旦河甲河边的地，直到加利利湖的南平岸、约旦河东边的地区。以上的城市甲庄舍是迦得人照因的宗族所得到的家业。摩西照马拉西半支族的逐宗族
分家业互因。因的境界是对马哈念起，包括巴山王国的全国，甲巴山外面所有的庄舍，总共60个，佮将基列的一半，以及巴山王国统治的阿斯塔略甲伊德莱2个城，分予马拉西的囝马吉一半的子孙做家业。以上是摩西伫约旦河东边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，分予2个半支族的家业。毋过，摩西无分家业予利未支族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因的家业。照上主所甲因讲的。第14章，下面是以色列人伫迦南地，就是约旦河西边所得到的家业，是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各支族的族长分予因的。因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抽签分配予9个支族佮半支族的土地。摩西伫约旦河东边，已经将2个支族佮半支族的家业分予因，毋过无分家业予利未人。约瑟的后代分做马拉西甲以法莲2个支族。虽然摩西无将土地分予利未人做家业，毋过予因城镇通住，草埔通饲精生。以色列人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，分配迄个地。有一日，犹大人来吉甲见约书亚，基尼西人耶弗尼的囝加勒对伊讲：上主伫加迪斯巴尼亚对上帝重用的人摩西所讲关系你甲我的代志，你拢知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对加迪斯巴尼亚派我来探查这个地时，我拄啊40岁。我照我心内所确信的甲伊报告。毋过，甲我做伙去探查的兄弟的报告，互人民行甲神不附体。只有我忠实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迄日，摩西就抓讲：你的脚所踏的地，一定要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家业，因为你忠实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对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，上主甲摩西讲这话的时到今，已经过45年。你看，上主照伊的应允，互我要活着。现在我已经85岁啦。今仔日我要勇行，甲摩西派我去探查的时同款。无论是高枕，是出出入入，我的气力迄时安怎，现在嘛安尼。请你将上主迄日所应允的山区互我。迄日你嘛有听到，伫遐有阿拉族的人，因的城大佮坚固。若上主甲我同在，照伊的应允，我就会甲因赶出去。约书亚就甲耶弗尼的囝加勒祝福，用希伯伦互伊做家业。所以希伯伦是基尼西人耶弗尼的囝加勒的家业，直到今仔日，因为伊忠实信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阿巴，阿巴是阿拉族上伟大的人。对安尼，迄个地太平，无阁有战争。第15章，犹大支族照因的宗族抽签得到的地区，是伫上南边，顺以东的边界，往南直到顺的旷野。因南边的境界是对沿海上南边，通到
阿克拉宾山坪的南边，经过顺到达底斯巴尼亚的南边，佮过希斯伦上到阿达尼，驶过加加，经过暗门，探到埃及的溪谷，到地中海为止。这就是犹太之族南边的边界。东边的边界是沿海，上到约旦河的出口。北边的边界是对约旦河的出口开始，上到贝阿拉，经过贝阿拉巴的北边，上到迫汗的石盘。迫汗是鲁本的囝，迄个边界佮对阿甲山谷上到底北，往北上去阿多米山坪的对面，河的南边的吉甲，佮经过阮是卖的水泉，到阮罗吉，这个边界佮经过新伦啊山谷，上到亚布斯山坡地的南边。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，迄个边界佮上到新伦山谷西边对面的山顶，就是利法因山谷的上北边。迄个边界佮对山顶到尼弗多亚的水泉，探到伊弗伦山遐的城市，佮到巴拉。巴拉就是基列亚林，迄个边界佮对巴拉西边驶过伊东山，到亚林山边的北边，亚林就是基萨伦，佮落去到贝士贝，经过丁那，迄个边界佮探到伊格伦山坪的北边，煞到西基伦。经过巴拉沙，探到亚比尼，到地中海为止。地中海就是犹太之族西边的边界，这是犹太人照因的宗族所得到的地四围的边界。约书亚照上主的命令，将犹太之族中一份的土地，就是基列阿巴，互耶夫尼的囝加勒做家业。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，阿巴是阿拉族的祖先。加勒对遐赶出阿拉三个囝，是西、阿希曼甲达美的后代，佮对遐去攻击底别的住民。底别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加勒讲，什么人讲出基列西弗，我就将我的查某囝阿萨，互伊做某。加勒的小弟基纳斯的囝俄多涅讲出这个城，加勒就将查某囝阿萨，互伊做某。阿萨出嫁迄日，俄多涅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讨一区园。阿萨对女仔落来，加勒问伊讲：“你要爱什么？”阿萨讲：“请你互我一份礼物。你有互我一块南边的大地，请佮互我水泉。”加勒就将顶下两个水泉拢互伊。下面是犹太之族逐个宗族所得到的产业。犹太之族上南边瓦郡以东边界的城镇有甲什、以德、拿各尼、基纳、迪摩纳、阿代达、基迪斯、哈瑟、伊提南、
西弗提连、比亚勒、哈瑟、哈代他、加列、希西伦就是哈瑟、阿曼、细马、摩勒代、哈萨加代、赫什蒙、贝帕列、哈萨苏亚、贝斯巴、比苏约他、巴拉、伊因、伊辛、伊列多拉、基什、荷尼玛、塞格拉、美玛纳、沙萨拿、利巴乌、是因、阿因、林门，共29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伫山坡有伊什陀、舍拉、阿什纳、萨那阿、温甘宁、塔波亚、伊兰、亚末、阿多兰、索哥、阿西加、沙拉因、阿蒂塔因、基德拉、基德罗塔因，共14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西南、哈代沙、美代、加德、底连、比苏巴、约帖、列吉、波斯加、伊基伦、加本、拉班、基特利、基特罗、别代滚、那马、马基代，共16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林纳、伊帖、阿山、亚弗他、阿什拿、尼西、基伊拉、阿格西、马里沙，共9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伊格伦以及周围的乡镇甲庄舍。伊格伦西所有瓦郡、阿什突的地区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阿什突甲周围的乡镇以及庄舍，加萨甲周围的乡镇以及庄舍，直到埃及溪谷甲地中海以及沿海地区。伫山区有沙密、雅天尼、索哥、戴纳、基列萨拿就是伫壁，阿那别、伊什、提木、阿念、高山、荷伦、基罗，共11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阿拉、多马、伊山、拉农、别塔坡亚、阿菲加、红塔、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、西尼，共9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马魂、加密、西弗、乌塔、亚苏列、约甸、萨那阿、盖稳、基比亚、廷纳，共10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哈弗、别肖、基督、马拉、别阿诺、伊列提军，共6座城
甲附近的庄社，阁有吉列巴列，就是吉列亚林、拉巴、强两座城甲附近的庄社。伫旷野有别阿拉别、密丁、西加加、列山、盐城、稳基地，共6座城甲附近的庄社。住伫耶路撒冷的亚布斯人、犹太人无法度甲因赶出去。亚布斯人甲犹太人做伙住伫耶路撒冷，直到今仔日。第16章，约瑟后代抽签所得到的地，是对瓦郡耶利哥的约旦河起，用耶利哥东边的河水做边界，北经过旷野，直到伯特利的山区，搁对伯特利到罗斯，经过阿基人的境界到阿塔略，搁往西落去到阿利提人的境界，经过系别荷伦的境界，到基色，探到地中海为止。这个就是约瑟的后代马拉西甲以法莲所得到的基业。下面是以法莲的后代照因的宗族所得到土地的边界。东边对阿塔略、阿达尼到顶别荷伦，这个边界往西探到地中海；北边对密他往东西到塔勒西罗，经过阿那的东边，对阿那往南落去到阿塔略，搁到那勒，探到耶利哥，直到约旦河为止。这个边界对塔普阿往西顺加纳溪，探到地中海为止。这就是以法莲之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基业。另外，伫马拉西人的境内，将几个城甲附近的庄社分予以法莲人。以法莲人无法度将住伫基色的迦南人赶出去。迦南人住伫以法莲人的中间做苦工，互使因，直到今仔日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约书亚记第11章到第16章。